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7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苏眉。咱这回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中国国台办的网站列出挺发台独分子的名单，副总统萧美琴嘛在内。陆委会批评这是咧制造两岸交流障碍。泰国改革派前进党去年大选胜利，发要修改部分君主罪，宪法法院认为伊迫害君主立宪制，要改解散。林玉婷后一战就是要拼金牌啊！甲伊妈妈咧失信的时阵，伊是讲会甲金牌砸转来台湾。林玉婷实在是真无简单，除了比赛压力，搁要面对性别的争议。新北市长侯友宜就甲林玉婷相挺，鼓励伊甲冠军摕转来，用实力，互迄寡有意见的人嘴拢塌咧。也若是总统赖清德嘛要求体育署一定要严正抗议，采取法律行动。替加油帮拼命加油！台湾军校林玉婷伫台湾时间8月7日的透早，甲土耳其选手争夺金牌门票。新北市政府举办直播做伙加油。到尾咱国选手林玉婷以压倒性5-0得到胜利，也是历史上头一个进入奥运无胜负项目金牌战的台湾选手。林玉婷比赛了后，嘛甲妈妈示信，也一直吩咐妈妈都爱保重身体。要好好的保重身体，我会把金牌带回去的，让大家看得有点紧张。那我下一场比赛会尽力的做好，然后希望大家继续为我加油。那回家的路上也要注意安全。对林玉婷卷入性别风波争议，新北市长侯友宜出声相挺，强调林玉婷就是女子选手，也是新北的查某囝，甲冠军摕到转来，互所有的人拢点起。林妈妈是坦白讲，真唔甘，困都困袂好。睡眠都睡不好，很心疼呐！一路看他真的是很辛苦的一路奋战。他的身份证就是2开头啊，有什么可以质疑的？台湾的查某囝，新北的查某囝，加油！冠军8月才甲摕转来，让所有人都闭嘴。总统是不是很心疼玉婷啊？为他伸张正义。总统赖清德半暝嘛大文，唔甘林玉婷诬告遭受议论甲霸凌，第一时间请体育署一定都爱正式表达抗议，并采取相应的法律作为。对巴黎奥运已经比赛渐渐进入最后阶段，部分比赛赛的选手嘛陆续回国。台北市长蒋万安宣布8月10日要举办巴黎奥运英雄流行 Party， 到时阵奥运的英雄会以明星的规格来行红地毯上场。8月16号，我们台北市特别规划在香吉大道有一场欢迎所有我们台北市的奥运选手。我们在时尚派对之后也会规划 After Party。蒋万安讲，这届公营夺牌的王泽林、吴思怡、李明婉、张家宏，也甲所有台北市的选手，无论是毋是有得到奖牌，拢代表咱台湾奋战拼命。另外，选手的教练甲伊的亲人，嘛拢互人邀请，要互奥运的公营照光规个台北。记者综合报道。洋日透早，阁有一批台湾英雄转来到台湾，体操甲轻艇的选手公认回国。咱摕到铜牌体操国手亚洲鸟王张家宏，伊上解咬的动作就是鸟跳，伊预告是要把这动作练好搁较厉害，提升到鸟跳900，把这动作取名做台湾动。伫巴黎奥运摕到男子单杠铜牌的台湾体操选手张家宏，也甲轻艇代表队顶真侪选手切切透早回国，一日落飞机都受到热烈的欢迎。张家宏嘛，预告未来比赛的动作会提升到鸟跳900，要甲这个动作取名叫台湾痛，用家己的名来取名。猫跳900是真的是很恐怖的动作。那我认为全世界应该就目前来看，还是只有家宏有机会可以完成。在未来的规划是希望可以在过程中再加转一圈这样子。对，那再加转一圈最少会升个2级。对于张家宏摕到好成绩，教练洪树航认为，一个人的坚持是执着，一群人的坚持是文化。会当行到这阵，后壁这个团队拢真优秀。毋过嘛，替因讲话，讲因无头路，连讲师、专业教练都无，公开邀请总统赖清德加入团队。跟我们共同打造这个航海王的舰队，那也希望能够让我们的后继人才们未来能够没有后顾之忧，可以一起往前走。
亚洲鸟王张家宏捌伫2018年亚运得到单杠项目的金牌，即届伫受伤了后重回赛场，第2届参加奥运。伊表示，决赛虽然无完美，毋过互世界看到台湾无放弃、坚持到底的精神。感谢咱国人的支持，伊会继续努力，希望后一届比赛会当摕到金4式的金牌。记者综合报道。转来关心国内政治消息，总统赖清德就任了后，是头一回主持陆海空军响鞭典礼，加共是有31个人晋升。总统赖清德咧致辞的时阵，就感谢国军保卫国家。针对这中共一直咧扰台起事，赖总统是搁再强调讲，咱的主权是无可能去互侵犯，伊做三军的统帅，会做好家己的责任。一个一个致意讲恭喜。总统赖清德就任了后，初八头一届主持陆海空军进任响鞭典礼，包括7个中将、24个少将，拢总31个人晋升。毋但握手讲恭喜，赖总统甲每一个将官小酒问甲开讲。现场关注的焦点包括赖总统指派任内头一个总统府侍卫长邵志军，也佮有陆军马防部政战主任朱惠芳。这是国军第5个女性现役的将领，创下新的纪录。针对台海情势紧张，赖总统讲，台湾袂自卑、袂骄傲，以其现状，嘛强调两岸互相无隶属，坚持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坚持主权不容侵犯并吞。我们推动国防改革，恢复1年期义务役，也透过国防自主与军购并行的方式，充足武器装备。营养人工智慧的时代，无人化、智慧型去中心化的指挥甲管理，多军兵种联合的决策链，拢是国军爱克服的挑战。赖总统表示，将做三军统帅会甲责任打起来。另外，中国1礼拜内2届实施联合战备警巡，影响区域和平稳定。新上任的海军131舰队长，甲空军4联队队长，拢做好守护台海的准备。当他如果有特别的动作的时候，我们的各型舰艇都会依照命令出港做议应。我们会从最基础的训练开始，我们都是非常的扎实的训练。在所有的空防任务上面，我想这个各位朋友们，你们不用担心，我们一定会做好万全的准备，让这个共军绝对不敢越雷池一步。国军拍拼做战备的训练，陆军10军团连续2天，伫台中番仔寮的阵地展开重炮保养射击，出动30台自走炮、济门火炮共时间发射，气势十足，精准拍到近海北区，充分验证炮兵训练的成果。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国台办的网站增加挺发台独分子的专栏，是甲副总统萧美琴等10个人列入名单，而且佫有提供基本的配箱。咱的陆委会就批评讲，安尼做是制造佫较侪两岸的交流障碍。明仔笑笑甲大家做伙翕相。副总统萧美琴出席亚洲鸟科大福星纪录片首映会，替动物保护。按过中国国台办的官网，最近新增加依法定治台独顽固分子的专题栏目，列出包括萧美琴、顾立雄等10个台湾政治人物，佮提供举报信箱。嘛，伫名单内的陈椒华是讲，唔惊中共敢若乌道共款的恐吓。中共在恐吓，然后找一些人当作箭靶。我们支持台湾，支持民主，守护台湾，守护民主，不用去害怕这种帮派式的恐吓式的做法。陆委会批评对华相关的做法，对两岸交流互动制造更加侪障碍甲伤害，呼吁应该爱做有助良性互动的工作，这才是正道。学者是分析，中共毋但伫典宪发布定治台独22条了后，持续有所作为，佫开始对台湾法律战的延伸，增加举报信箱是要列出什么叫做属有台独行为的要件。举报信箱这样的动作来去累积对于所谓的台独分子的条件或者是行为，何谓是成为台独顽固分子这样的一个要件，来做一些设定。学者认为，这届名单拢是较早已经发布过啊，除了建构样板，嘛要降低咱台湾社会对定解台独的负面议论。不过未来也是有可能有人继续会互人列入，强化对台湾政治施加压力。记者综合报道。
台股今日开盘有关是起起落落，受到拜三美股买盘落，加上辉达等等的 AI 股票嘛一直咧落，所以讲咱台股早盘就落超过400点，落尾是收伫咧20870点。不过这台积电是一天就跌24块，跌破900块，收伫咧896块。不过专家是认为讲，这回起起落落主要受国际影响，政府目前也无需要出手救市。关心大起2天的台股尾行倒并，煞伫初八开盘破功。观察台股，毋若开盘走价，早盘甚至大落超过400点，搁再互投资人的心情洗三温暖。短线抄底的资金，如果它是这种专门只是抢反弹的，那当股市弹很多之后，他们就会想要下车，它可能不见得是中长期的投资。专家分析，受到拜三美国股市受压，就连辉达加美超微这的 AI 概念股，嘛是同款抬价落价，连带拖退台股的表现，造成部分当日冲的投资人有违约交割的情况，也可能造成底线的紧张。毋若台股的走势有起落，就连宽王台积电嘛上演900块的保卫战。早盘捌失守，搁再优惠。鸿海加联发科落价幅度嘛超过3%，听显电子宽达股普遍拢是落价的势面，这样来引起市场的关心，个人基金敢会进场护盘呢？目前来看的话，其实我们并不建议呢，政府现在就开始出手来救市啊。那最主要原因是因为这一次的这个回档呢，主要还是由于这个国际性的因素所导致的。那所以在现在去进场护盘的话，反而会让一般的投资人呢会失去警戒心。专家认为，台股什么时阵会回升，不妨观察大盘的波动率，是不是有明显回落到30%以下，也有只落回稳这现象。不过，美国大选国家日元的走势，也是会为咱股市加一点仔变动无确定的因素。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消息，台中外埔区有一块农地，最近是一直有怪手甲沙石车咧出入。警方甲环保局查内发现，讲是有犯罪集团咧倒废土甲干废建材，当场就掠到3只沙石车随间开罚单。若是这后续验内发现土壤有受到污染，会继续罚。沙石车停伫咧大安溪南平宝华道路边啊，准备将车顶的废土载到附近的农地倒，结果去互民众发现报案。台中警方马上启动快打部队拦查，司机一开始无爱落车，原经是直接卡车窗。来，下车一下，下车一下了。警方调查，黄姓犯嫌7月中以假做原价财政为由，每个月5万块向不知情的张姓农民租外埔布置单一位大约4分地的农地，申请怪手挖几落的大坑，搁再互大型的沙石车将废弃土壤、建材废料等杂物倒伫咧坑内底，搁再填土倒去，研判是倒废土集团犯案。7月底，搁再有沙石车出现的时阵，警方得到消息拦查3台，当场以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的条例，载运沙石土壤。无依规定使用专用车厢，开罚4至8万块；，搁再针对所在废物泄漏、废线或者是气味恶臭，开罚3000至18000块。违规再另处罚，警方依照《交通条例》第29条之1项及第30条1项第2款，依法裁罚。违未随车只有证明文件，本局以依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第9条第1项规定，告发处分。经概算可处新台币6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罚款。环保局是表示，不明土石粉土壤已经采样送验，若是污染超标的移送法办。另外，载运车辆无提供剩余土石粉来源证明文件，已经以违反废清法告发，会使出6至30万的罚款。警方会持续来追查幕后主嫌到案。记者台中报道。最近在面册顶头是有利用天关火资料换礼品的诈骗。高雄的关火中心就提醒民众千万莫去互骗去。另外，刑事局伫咧南部最近嘛抓到一帮犯罪集团，因是用大港甲税厝做借口来骗民众的口座密码甲定金。民众平常时去关火了，拢会当摕到礼物或者是企业社团赞助的礼品。不过最近煞有袂少面册社团出现诈骗。讲只要伫报名的链接提供你关会相片甲证明资料，就会当领到520块的爱心津贴或者是礼券。高雄关会中心赶紧出来赔回，讲这是诈骗。比如说白米啦、卫生纸啦、洗衣精啦，这些都会是现场
提供给捐血朋友，不会事后再跟您要个资，然后才说要给你什么什么东西。高雄关会中心表示，就算有企业甲社团赞助礼品，嘛是伫关会了后直接摕互民众，袂过另外要求爱提供资料。尤其最近定定咧欠货，较需要大家来管。若是有拄到类似的状况，一定要搁确认，才袂去互骗去。一般像捐血的话，我们直接就是跑捐血室。这样子就不会被受骗。如果是真的是有疑虑，就直接拨电话询问这样子。面册诈骗的手法一直在改变，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만来到一个不法的集团，假作是人力公司要找人，结果煞甲人的口罩甲密码拢偷摕走，甚至佫会用租厝爱先付钱的方式来甲民众的钱拐走，成功骗取金融账户及提款卡密码后，再以假租屋真诈财。盗用精美物件诱骗需斡旋金才能承租房屋。这个集团嘛，用民众社群的名义，甲亲人朋友借钱，或者是假作有着奖需要付相关的费用。警方提醒，伫网络看到的消息，就要搁加确认，才会当保护个资。记者高雄报道。新北客运678号公车昨暝7点外，驶到台北基隆路口，是去互民众检举，讲这后车门无关。而且甲司机讲，司机嘛拢唔处理，佮驶了有够紧。但新北的交通局就讲，这业者回报车门是故障，不过这件代志确实是造成危险，要甲罚9万。公车沿路咧驶，车门是拢开一开，坐车的民众看到安尼，拢比较远，拢徛对另外一边去，都惊一个无细致，都怎飞出去车外口。佮有乘客控诉讲，迄当阵几啊届甲提醒，不过这个司机是拢无咧甲休。经过几啊站，门拢无关起来，无论是行直直或者是转弯，拢赔真凶。就是跟司机大喊说后门的车门没有关，我想说他是不是忘记还是怎么样。然后后来司机瞪了我一下之后就把头转掉。我看到车上的乘客也都是很紧张的状态下在看了这一块，因为其实不管在行车、停车或是过弯的时候，他的门都是开启的状态。就是过弯的时候，我们都很怕，就是如果乘客被甩出去，会有生命危险或什么的。这个司机危险的行为发生在初7暗7点外。乘客控诉讲，伊坐新北客运678路线的公车，伫台北市南港上车，原地一切拢正正常。不过到基隆路口了后，就开始门拢无关，就算几啊届去甲反映，这个司机嘛拢去放。一直到驶到双仁路口的时阵，伊怀疑司机看到路邻几啊个交通警察，才甲车门关起来。嘛，这个司机迄当阵赛车的精神甲状态都有淡薄仔无正常。客运公司他回报是说，他们那个车门有故障的一个问题。那当时候车辆已经行驶在那个路上了，现在就是立马请这个他们公司停开这辆车子。那我们也会开罚9万元。新北交通局回应讲，相关危险的行为若是事实，会甲业者罚9万块，嘛要求加强司机安全的教育训练。不过，这个涉案的公车业者，伫坐过进前拢讲，抑搁伫了解状况当中，无法度得到回应。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受到低压带影响，咱台湾各地头过道都要注意雷公雨。下暗西南部嘛要注意向拼落来大阵雨。气象署是针对双北市、花莲、有屏东发高温警讯，提醒咱的观众朋友都要注意夜日加食水，莫着沙。另外，伫咧日本的东南边海面，受一粒风台玛利亚形成，加在是袂直接影响台湾。台北市中昼天气稍热，气象署针对双北市、花莲、屏东发布高温指示。另外，台湾当咧低压界的西边，附近分批地区台湾的水汽有较高，民众要注意过头的雷公雨。初八暗时到初九，西南部沿海地区更加要注意短时间内的大水雨。午后在比较偏山区的地方，要留意会有比较大雷雨的一个现象产生。那另外就是在中南部地区可能在整天都是有断断续续有短暂阵雨，甚至是雷雨的现象尤其是今天晚上、明天清晨到明天上午这段时间可能累积的降雨就有机会来到短时豪雨的一个标准。另外，初八半暝2点，日本东南边海面上的热带性低气压已经结做今年第5号风台玛利亚，估计对台湾并无影响。不过，休热期间真侪民众会出国佚佗，气象署提醒，最近要飞到日本的民众要注意。偏北移动的过程之中，可能在大概13号左右，其实会有一个稍微向西的一个分量。那这时候可能在强度上面，大概就是轻度台风的下限，或甚至可能会减弱到热带性低气压。不过在这个时候可能是比较接近在
日本本岛比较北侧的一个区域哦，所以13号前后，可能若是要前往日本在东京北方这个区域的话，可能就要留意一下这个台风的一个动态。虽然风台对台湾并无影响，但是因为低压界，台湾的天气也是无稳定，尤其中南部暗时开始，就要注意短时间内的大水雨。另外，无落雨的时，各地天气湿搁热，估计北部地区温度通达到36度。气象署也提醒民众要做好防晒准备。记者林玉凯台北报道。今仔日是父亲节，全国家长团体调查发现，讲在疫情期间，囡仔停课造成的压力，爸爸是比妈妈搁较重。而且这份研究结果是有刊伫咧国际期刊。同时，伊嘛建议讲，加强推动网络学习，安尼会当减轻家长的负担。在父亲节这一天，家长团体联名公布调查的结果，发现疫情的期间停课造成家长的压力，老爸压力比老母更加大。爸爸的压力在2周跟10周的时候是有上升的现象。你看妈妈黑色箭头的地方，这个妈妈她只是轻微的上升，但是那个爸爸的压力呢是随着时间而有拉高的现象。这份调查分做4个阶段。2021年5月19，教育部宣布全国停课，疫情停课的压力转去家长的分数顶。会当发现，对学生甲家长停课的冲击，为全国停课2礼拜的时阵是38.29分，到停课10礼拜的时阵是加悬到38.95分。不过到2021年5月，囡仔有停课的家长，哪像有找到适应的方式，分数降到36.02分。另外嘛，观察到女性的家长是适应了较紧，男性家长的压力时间愈长，压力愈大。在疫情期间，长时间都在同一个屋檐下，爸爸他的这个耐烦的程度可不如妈妈。鼓励让爸爸更知道我怎么去跟孩子相处。那对女性的家长来讲，囡仔当停课的时阵，可能会感受到压力，不过适应了较紧。比较之下，对停课时间持续落去，老爸压力明显愈大。调查嘛发现讲，疫情对经济弱势的家庭甲学生冲击的程度有较大。也有2个或者是3个囡仔的家庭，压力比干那孤囝的家庭较大。也有囡仔有停课的家长，压力是比无停课的较大等等。经济压力不好的状况底下的家长，他为了要准备那么多载具，就是平板，让孩子能够顺利的在线上课程可以上课的话，这个部分我想对爸爸来讲也是造成很大压力。在疫情的期间，学生的学习受到影响，家长团体呼吁男性的家长会当加强亲子之间的关系。另外，持续推动线上教学，来减少家长的负担。记者综合报道。第3届亚太影视博览会今日起稿，等下晡4点，总统府成立的国家气候变迁对策委员会就要开头一场会议。环境部长潘启明就表示，因袂干那讨论讲这核能到底是要用也是无爱用，因认为讲这国家的能源是愈多元愈好。为咱的友邦圣克里斯多福及尼维斯来表演团体演出传统的舞蹈，替第3届亚太影视博览会来开幕。来到现场的环境部长潘启明下昼特别出席总统府第1届国家气候变迁对策委员会会议，伊表示会议上一定会当理性讨论，袂定限制核能的议题，但国家对能源的态度应该是愈多元愈好。所以我们并没有说不要新的核能或者做什么，这个都是可以讨论，而且是开放的。所以不排除任何可能性。我们不应该只很狭隘的说我们选择哪一种能源，因为那能源是要越多元越好的。这届博览会嘛进行影视行动奖的颁奖，得奖的中油公司强调，多年来加投入生态保育和经济发展的平衡，嘛替第3天然气接收站开发做例，指出伫人为的适当投入了后，监测资料显示，当地生态变更较丰富。身为摆团的大户，中油面对特别开展的碳汇，嘛表示准备好啊。我想这个对企业来讲也是一个鞭策力，鞭策让我们去做更多的减碳。对。我们基本上已经做好准备了，这样。对。中油公司指出，若达动为300块来起订，爱缴超过20亿的碳费，已经编好有生态应用。费率是尊重环境部最后的审计结果。内内部嘛展开产品碳足迹的盘查，结果出来了后，再做内部的碳定价，会倾向伫明算小、有压力、相信会互减碳的效果更较好。记者林培耀做台北报道。镜头换来看国外。
去年大选压倒性胜利的泰国改革派前进党，因其中一项政见就是要修改模范君主罪。不过宪法法院是认为讲前进党迫害君主立宪制，下令甲前进党解散，甚至阁下令这党主席皮塔10年来禁止参选，引起民众反弹。泰国宪法法院初一宣布解散去年大选赢得上侪席次加选票的改革派前进党，阁下令前进党前党魁皮塔加其他10位资深党员10年来禁止参选。这是法院伫今年1月认定前进党违背竞选承诺，想要修改宪法112条模范君主罪了后所做出的意料之内裁决。法院表示，前进党的行为等于是摧毁泰国的君主立宪制，也过实际上泰国当局过去定滥用宪法112条，限制言论自由，和真侪支持改革的前进党拥护者对这摆判决感觉真愤怒。สิ่งที่เราเห็นเนี่ยมาโดยตลอดเนี่ยก็คือกลไกของรัฐธรรมนูญไทยมันมักจะสกัดกั้นพรรคการเมืองที่อยู่เคียงข้างประชาชนอยู่แล้วผลของคำวินิจฉัยของศาลรัฐธรรมนูญในวันนี้สุ่มเสี่ยงที่จะทำให้ในระยะยาวนะครับทำให้ระบอบประชาธิปไตยอันมีพระมหากษัตริย์ทรงเป็นประมุขของพวกเรากลายพันธุ์ไปเป็นระบอบอื่นได้这摆裁决会当讲是中央2020年的事件，迄当时同款伫选举中表现出色的前进党前身未来前进党，互法院解散，随后引起新世代展开继续6个月的大规模街路抗争，数百名示威者当局以模范君主罪起诉，也不过这无代表泰国重大改革运动就要结束。目前犹原有资格142名前进党议员会伫初9注册新政党，继续履行国会反对党的职责。ที่พี่น้องสามารถที่จะใช้พลังที่อาจจะรู้สึกว่ามันกำลังกัดกร่อนหัวใจของท่านอยู่นั้นผลักดันให้มันเป็นพลังงานเชิงบวกแล้วไประเบิดคูหาให้ถล่มทลายใน 2-3 การเลือกตั้งที่จะถึงนี้泰国宪法法院成员是由参议院任命，参议院成员多数是拥护君主制的政党加军方势力所组成。自2006年以来，宪法法院已经解散34个政党，针对前进党方解散，包括美国、欧洲几啊个国家，拢表达对泰国民主的关切。公司新闻纽约编译。英国7月底受一个嫌犯冲入囡仔的舞蹈班压倒乌白扑，造成3个囡仔不幸过身。这极右派团体是放假消息，讲这凶手是一个移民，怎引起英国反移民的示威。不过，这阵另外一派是看袂过极右派这款行为，嘛惊就街路抗议，两派对立，社会大乱。大社发口号反对极右派诉求，英国伦敦有数千人上街反对极右派最近的反移民示威。民众也标语顶面写着“无空间用文修分终结法西斯主义”，因为最近极右团体定针对穆斯林甲移民团体暴力袭击。We're not going to let fascists, we're not going to let racists and the far right march here. Yeah, that's basically why I'm here. And there's fear. They've spread a lot of fear. 包括利物浦、牛津、布里斯托甲伯明翰等地，拢有类似反极右示威集会，造成最近一礼拜的动乱的主因，就是7月底发生的一件17岁少年驾到当地儿童舞蹈班，带走3个查某囡仔的性命。极右派调讲误导向他们身份是寻求庇护的穆斯林难民，结果互暴力示威愈演愈烈。极右团体较早也阁呛声要伫英国各地发起超过100场反移民示威，目标是甲移民相关的机构设施。英国警方部署数千名警力应用，强调保护社区是警察核心任务。We've changed our tactics in the last couple of days. So besides marshalling more officers, we're brigading some of them at key strategic locations across the country to give us more agility to respond to wherever the protests are most intense. 目前包括移居英国的香港人甲华人，拢已经提高警觉，减少外出。专家警告，极右派可能转移目标。这个移民恐惊会控诉着港府顶日已经提升英国的旅游警示，呼吁香港人注意安全。总计顶礼拜开始的骚乱已经有400多人被抓，超过140人被指控，其中一寡已经被定罪是判刑。英国的暴力事件也是1个月前才上任的广东首相斯凯尔面临的重大挑战。公司新闻地位林编译。
转来看国内地方消息，看到伫咧台南黄金海岸索菲亚号，这船头家是已经提出计划要甲拆掉。所以讲，这航港局就甲围起来，采一个告示牌禁止出入。不过，煞也是有一寡民众下过围查的翕相。受凯美风台的影响，靠打伫台南黄金海岸海沙堡的苏菲亚号，初8早起已经用铁板围起来，禁止民众入去。虽然是有真侪人走入去翕相。因为他那样浪打来，他什么时候会倾倒，你也不知道。所以你是第一次来看还是？对啊，今天第一次来看。看到觉得怎么样？我本来是要来睡的，大家就围起来。我觉得如果要施工的话，拆那个筑这个围篱，我觉得是应该要做的。对啊，如果海象不好的话，应该大家还是要注意的。拜四节气的民众，敢若会当伫铁房外口翕相。其实苏菲亚号自靠打了后，就成真侪民众去看，甚至有人去遐乱坐。不过会围起来，主要是船头家已经提出要原地拆除的计划。月底就施工，航港局呼吁民众唔通走入去。为了防止这些人车进入工区，我们就是先用围篱部分把它围起来。那就是请民众不要进入围篱里面去做拍照。那船东也会有派人到现场去维持秩序。那海巡也会协助去做一个巡查。凯美风台造成9只活着货船伫台南、高雄、屏东这几个所在靠打，其中有一只敢若已经沉落去。靠打伫屏东的囡仔轮伊利安娜，经过初步评估，会当直接甲船拖走处理。另外6只可能会原地拆除，详细搁咧评估。记者综合报道。那保障歌厅秀影响台湾影视产业的发展，是真重要的文化资产。今年8月，高雄流行音乐中心就举办拿宝石歌厅秀的故事展，展出迄当阵就百领服装，也有唱片等等的物件，甚至是用主持人诸葛亮的声，带观众登到拿宝石上届请影的年代。这次秀哦，是恁爸骑乌多摆去出国深造。用诸葛亮的声音，带大家回顾拿宝石大歌厅的风华。讲到拿宝石，侪高雄人拢袂清分，是80年代上请影的歌厅秀。即马高雄流行音乐中心展出拿宝石故事展，展览有侪老相片、影音甲文笔，互参观的民众亲像返去过去，感受歌厅的热闹气氛。受到一个杨燕以前咧拿宝石，伊咧演唱的时阵，伊签的合约。我拢有甲收起来，所以有足侪艺人以前咧用过、穿过的物件，我拢有甲收起来。我嘛希望即道展览会甲以前拿宝石的物件，豆豆甲收起来。即届展览收集100多件展品，11座经典秀户，包括诸葛亮甲陈美凤等等的人，过去伫歌厅秀穿过服装，阁有吸盘等等文笔，加上艺人的访谈，呈现拿宝石大歌厅历史故事。连市长陈其迈细汉嘛对诸葛亮有深深的印象。你都一个小板凳那个你脚没有看那个从台北这样坐回来很辛苦。但是你看那个诸葛亮的歌厅秀你就时间打发就很快。拿宝石大歌厅透过主持人碰碰的讲话方式，甲精彩表演，互观众看甲笑嗨嗨。高流正才举办2场拿宝石演唱会，即马阁配合展览，互民众感受台湾歌厅的精彩风华。记者钟义辉、邱兆勇高雄报道。这几年有愈来愈侪新的台文作品甲台语教材，多数拢是用教育部的台语拼音甲汉字。台北就有一个亲子共学的空间，利用校纸举办笑嗨嗨台语囡仔营，运用现有的教材，带家长甲囡仔同齐学台文。老师带囡仔学台语，嘛拼音，囡仔毋若对咧读，阁会晓拼音，这是乐天亲子共学空间所办的台语营队。带团的老师投一对新竹飞来台北，伊讲即届受邀请来带营队，才知影原来有遮尔多台语家庭对台语班有遮尔大的需求。一开始是乐天先研发出这个笑嗨嗨的，就是教材。然后，伊就讲，既然拢有这个教材因为家长可能伊家己伫厝内使用的时阵，教囡仔在使用的时阵，可能会有一寡唔知影要安怎做较好，所以就规起开这个营队。
营队虽然无几工，不过也有对美国返来台湾孝庄的家长特别带囡仔来参加营队。家长分享讲，因安尼学起来，搁来伫厝内配合真嘛无共台语教材的使用的时阵，对台的拼音嘛读愈有概念。台湾阮华威边有一个台湾学校，已经成立10年啊，啊，边嘛有台语课，啊，不过像台文啊、台罗这款的系统是较新的系统，所以阮迄边。即摆也才无，所以讲你台湾先嘛先学啊，了后转去了后，阮啊会当下改变建议讲，买当来呢，甲台湾的环境呢接做伙。这位家长指出，这几年学台语的教材含资源甲英国变起来是加真多，这拢通听到发音，使用起来是真方便。伊认为语言都是爱学才会晓，也毋忘当去和美国的台湾学校分享这套台语拼音做伙学台语。记者卢尚如、郑俊友台北报道。今仔日是父亲节，真侪囡仔拢会伫咧卡片顶头写讲毋忘爸爸会当结婚。民间团体就表示，即阵是一定有一寡加热婚的业者甲立委放风声讲，这加热婚若是通过就期，一年就会当增加200亿的税收，而且佫会当有100亿的癌症新药的基金。这民间团体就呼吁政府一定要严格审查，毋通受到立委甲业者的影响，就请讲病房，互伊赶紧就期。世界卫生组织发布头一份新人结婚的指引，佮特别说明加热婚甲一般的纸婚同款有害、同款伤身体。台大家庭医学部呼吁父亲节到啊，大家会当陪爸爸去病院结婚，病院会提供结婚的药啊，给民众来帮助民众成功结婚。药物其实分2大类，一个是尼古丁的药物哈，你们常听到的口香糖啊、贴片，属于这一种。那它是直接用药物里面的尼古丁来压制你的烟瘾。那第二种方式是吃口服药，利用神经传导物质的改变来降低你的烟瘾。民间团体表示，自过婚开始陆续有12间的厂商申请加热婚合法审查，目前一定有4间业者送完整的资料给政府审查。民间团体指出，甚至对6过婚开始陆续有特定人士甲业者直头鼓舞，通过有真侪好处，政府一年会当增加200亿的税收，佮当得到100亿的癌症新药基金，却无注重背后有偌济危害。到200亿的捐捐，最少会增加105万年轻人的吸烟人口，所以他不可能讲出这样的一个数字。那他比较可能的就是烟商背后的合理行销的数字。民间团体呼吁政府一定要严格审查，唔通受到立委加热婚业者的影响，就互加热婚来就市。对此，郭建署强调，审查结果会尊重审查委员的意见，一切拢会照定数来行。记者陈阿选柯敏哲台北报道。喙腔癌是台湾10大癌症的第6名，当年大约是有8000多人着病。不过，医界就指出，其中有15%的患者无咧食薰、食酒，甚至嘛无保槟榔。这寡患者无认为讲家己是高危险族群，所以讲发觉的时阵拢已经较济岁啊。医生就提出4点上有可能会造成喙腔癌的危险行为，咱同齐来注意。预防非典型口腔癌4不宜迟。医界立委甲民间团体共同开记者会，呼吁国人爱重视排台湾10大癌症第6名的口腔癌议题。佮讲每年差不多有8000多人诊断去治疗口腔癌，而且男性发生率是女性的10.4倍。其中差不多有15%的患者无食薰、啉酒、食槟榔的习惯，属有非典型的患者。朋友嘛，家己出来讲，自己上网买了一个防止磨牙的矽胶牙套，它不是牙科量身定做的，所以不是那么密合，右边有些溃疡产生。癌症希望基金会表示，非典型口腔癌患者因为无认为家己是高危险族群，所以年龄层有较悬，女性患者比例达到4/5，所以提醒应该都要注意4大风险行为。有一些牙周病啊，或者是口腔卫生不良的，跟 HPV 的感染有关。平常有很习惯吃一些太烫的食物。目前我们只有2个代号，一个是30岁以上的那个烟酒槟榔的患者，一个是原住民。那我是觉得司长，我是可以设立一个非烟非酒的一个筛检的代号。我们也是呼吁民众定期6个月就可以去牙医医疗院所去接受洗牙跟一些预防保健，还有做一些很基本的检查。面对医师的建议，除了体检高风险病人，嘛应该爱增加非典型的族群。卫福部口腔实施承诺会召开相关的专家会议，进一步做研究。
记者综合报道。受到低压带影响，台湾各地头过道都要注意雷公雨的情形。下暗西南部嘛要注意向拼落来大阵雨。气象署是针对双北市、花莲、屏东发高温警讯，提醒民众都要注意热热，加食水莫着沙。另外，伫咧这日本迄边受一粒风台形成，未直接影响台湾。接落来，带大家来看各县市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30度到35度，中部地区30度到34度，南部地区30度到35度，东部地区30度到34度。外岛地区29度到33度。这回来关心未来3天气象。感谢您收看《公视第2台下晡新闻》，我是苏眉，咱明仔载下晡3点再相会。